真是的，拢是我无尽着做红师的责任。我爸才会叫阿兰太死。你这个歹人，抢我的菜，又去占我的地，今晚又甲我想要害死。我爸，谢谢对不起你。当初我都无应该叫你嫁予这个歹人。走，我不会原谅你。大大，有一件代志，请你一定要答应。什么代志？小姐，袂新。来，你来看，富民园的古小姐袂新哦。富民园，你叫你讲啥？富民园古小姐，你也袂新，进去看，进去看啦。
什么代志咱倒来参详？安尼歹看，我就是挑工要互伊歹看。安尼缘主伊，阿某，多谢你的关心。你若真是想要斗相共，你就替我去甲阿兰叫来。袂信，你啥阵唔敢带倒来？小姐讲，啊你亲身去一撮。把这老人赶走。无啥好看，总走。既然那要做我这，搁有比叫我来。我有一句话要甲你讲，我无想我。我看袂到的，我就不敢讲。我若目睭看会到，你想要死，无遐尼简单啦。有啥物代志等下讲。离遐啦！阿兰，人搁较积极，代志甲一个抗战就差不多啊，将人放开。伊是我的某囝，这是我的家务事，唔免你管。姐，你若我动手救人啊？向奶奶讲，拜托我日后替去内底的梦前，小心点过。阿伟，讲来，向来伊在家顶，伊跪在家顶啊！你啥转物件？我有一寡秘密要单独甲你讲。啥物款秘密？是想咱两个人的秘密。阿某阿坤，你两个先回去。原主，小姐做了更较唔对，名义上伊是你的家后，若是要做啥物决定，希望原主会当较冷静。我叫你走，无叫你讲话。你若想要教我安怎做决定，规气原主互你做好吧？无啦，原主，大孙仔无歹意的啦。大孙仔，原主因两个阿某要讲一个细声话，我看吼，咱莫踮遮顶地，行啦。阿玲，小姐，我要讲的话你袂当听，调讲远，讲煞我再叫你。是。时间到，一寡话藏伫心肝内，真无意思，嘛真沉重。伫这个世间上，有两个人对我真重要，
一个社姆，伊真疼我，也毋过伊对我的疼是一种同情，伊同情我，是亲像一个无爸无母的孤儿。我可安怎比？嘛比袂过伊的亲生后生阿辉。另外一个就是你，我用心计较，想要得到你，也毋过我知影，我永远就得袂到你的心，你的心思思念念，拢是阿辉。我了解我家己，搁较安怎比，嘛比袂过阿辉。所以，我唔愿甲伊做阵，我无想要变成伊的影，所以我甘愿做伊的对头，做伊的冤仇人。安尼至少，我会当做我家己，我无想要做伊的小弟。我干那想要做一个，互大家拢注重的女人。即卖的女人有钱有势有地位，啊，毋过想真侪无过性命换来，你敢袂感觉良心不安心？狮是万兽之王，伊有伊的困难，甲其他的动物拢拆食落腹，伊才有法度做王。你想，狮要做万兽之王的时阵，敢会感觉良心不安？我有几句细声话想要甲你讲。伤心的歌。男生介意着你，伊就袂记咱这下场。是你甲向人害死，甲向人害我，害我，害我！你一定笑，等下跟他生笑。向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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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向兰！小姐，你要哪乱？你食向兰抱来时阵，我嘛真想要对落去。我即摆已经成功啊！恁大家拢害我死，我上真的两个人拢已经过身去啊！我搁较会当无顾虑去做我想要做的代志。阿南，小姐，这个阿南命真了够硬的啦！今日若无甲手桥，唔知要等到什么时候才有这个机会啦。伊这个人，即马我会比死搁痛苦，
土地公安那不孝，我还是归院的大地主。师傅，较早日还在世的时阵，常常私底下咧怨叹，讲你讲的向咱这个查某囝拢无孝心。逐摆我听你讲这个话时阵，我就想讲，假使我来当做你的后生，也是做你的囝婿，你就免为着后事的代志伫遐烦恼。是我无好好保护向兰，而且拄到这种的不幸。师傅，你用责备我，嘛用咧处罚我。不过我要请师傅在天之灵答应我一件代志。你老大人一定知影，自细汉我就真介意向兰。伊在世的时阵，我爱伊袂着。即摆伊过身，我对伊的心犹原无变。我要带伊做我的牵手。今仔日，我请阿坤做一个变媒人，我要甲乡内的新主牌仔带倒转去。伫我阿母啊有生之年，我绝对袂阁带第二个牵手。希望师傅会当成全我。师傅，大孙仔实在是真有心。希望你在天之灵有灵有声，庇佑伊脚行手行。向来小姐，我即摆甲你交代大孙仔，从此以后你就是伊的家后，希望你甲伊斗起家，斗保庇。你两家创啥？你是毋是伫恁师傅新主牌面前讲我对你无好？你是毋是咧甲恁师傅怨叹？为什么军医无交互你，反倒等下落伫我李人的手头？你唔关心？啥？我甲恁讲，新主牌也袂讲话。今仔日，我李南伫军医院讲啥算啥。这个新主牌啊，会当在你遮，拢是看到乡内的面子上。乡内已经死了，我留这个新主牌伫遮，一点仔意义都拢无。敢知影？伫红架道前的顶头，应该猜是我李南四大人的新主牌啊！我对长山内口甲马兰拍拼，却袂去研查嘞。为什么人会当知影？我当一个甲马兰的头人。连家己四大人新主牌都无法度猜，后摆什么人，若搁伫红架岛前烧香点火，以后倒一支手烧香，我就把迄支手摇倒。
想袂到你堂堂一个军人的恩主，做神啊无所在头大，到我转来去，莫嫌阿某遐是一个歹所在，带我转去，啊！生死啊！我恁大家敢若拢有心事吼，真拄好。我今仔日酒台传便便，我心情好，啉一个欢喜的；恁心情歹，啉一个吐气的。 嘛好，这杯酒敬向来。酒若破落地，毋是敬神，就是敬好兄弟啊。敢讲向来是安怎是？啊，对向来。 想要甲阿人同归于尽啦，歹人论命，好人命切。即摆爸仔囝行错一路啊！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。 人看天食饭，天时啊，定定无要对艰苦人用情。啊，今仔开始，我带紧，毋是要做天看，我是要做人看。再会啦，心爱的人，伤心人伤心的歌。 啊！今仔开始，我带紧，毋是要做天看，我是要做人看。孙啊，你今仔讲话口气，哪尼怪怪啊？大孙啊，啊你今日讲话呢有后有稳，还是人无伤害啊？较早是我无定性，想要带外人做牵手，都带我不得不亲。 今仔带紧，虽然双手空空无半项，不过我的心真定着。反正这杯酒我敬你，咱两个同齐把这杯酒饮落。啊，今仔起，你我月娘，就是我带紧的某囝，一世人都袂改变。你相信我袂到，嘛是应该的。 过去我袂较懵懂，后摆的我嘛无得较有法度专心照顾你。以前你若做带车做牵手，我绝对互你食好穿好。以后你若做带紧的某囝，我只会当讲做翁某，干那食一点心尔。 姐，这杯酒啉落啊，爱定着哦。即摆咱厝虽然无田无园啊，
简单就好，我来处理，吼。是啊，为什么心情真歹？咱大家讲这敢会歹势？情是甘露，人生路，天是命，地是坡，风沙滚滚，中港岛。琴声悲鸣，伴准歌。原来会当成功倒转来。也阁是恁的好子孙，阿恁若无命倒转来，请原谅阿紧的不孝。大人，我已经有真金予你啊，你想怎唔派兵？哎呦，严主啊，我嗰只官兵听到嗰个贫苦犯相似哦，早就吓到人脚害哦。钱才是上有效的好打药啊！伊若是惊，你着甲好打药落较济，安尼因的打头都会知。你敢有捌听过？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该系咯，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的道理，我嘛是知呀。我基本人就要让谈财的事情。你俩摆向我出兵持平无犯，等于讲我是拿俺个前途到官位来负面，我嘛是会讲呢。严主啊，你要唔会拿家地位哈？好担嘅药嘅本人撕落去，我嘅担嘛较菜。若是钱的，拢好讲。你敢开嘴，我就敢应。我就是中意严主那种爽快的个性呐。错了，这装诺转卖的利润，你准备用来分批呀？咱不是讲好啊，要3-7分。好，你记吧，我请你3。大人，为碗旁是会食无久。你一句话，我嘛一句话，做袂到，做唔到。敢向我出兵持平无犯的事情，我嘛是做唔到。大家去店面，啊，我就用慈禧平无犯公主的嘴面，让我做起送本平无犯。你敢？你不敢唔敢？我家下唔你讲过，人为财死，为了钱，我一般唔敢嘞。法院讲准，我是官，你是民，这死物你就莫老干掉。我若是唔插你，你这个官根本就是一个阿斗。你还比较忘记，你甘仔人化水的建党的人，是我的人，不是你啊！
这里人了归位水水。怎么了？对，是。我怎么会？呀！李彦祖啊，这件代志你真正要做到这么绝？现在钦差太严，为对付迄我，你啊个五子，迄个副神父，你想要留佢带走，恐怕无爱简单。钦差大人是官，你嘛是官，到是恁官为官，上可怜的，就是像我这款的小百姓。你想啦，像我这款的百姓，敢无比你较需要这个保身符？李然，你想要让他变面？这毋是叫做变面，这是日头赤爷爷，水人顾性命。你呐，发现你讲切个，如何行团呢？这拢是你家己找。等手！伤心人伤心的歌。
大人，你的职责是咧保护百姓，唔是咧造成无必要的死伤。像今仔这个场面，你若想要平安无代志，上好是听我的。大辉，你说电脑人跟那上班天数，你有办法帮助你反应？因是反，咱是汉人，安尼，伊根本就无资格做台湾人的爸母看。你若袂晓做，我做互你看。地大，赶紧的，带你的族人紧登去山顶。今仔日，我特别替虎爸报仇，有战士绝对无体退。地大，就算讲今仔你甲所有的白人拢杀死，虎爸嘛袂阁倒转来啊！你若真是要报仇，就来找我甲李兰啊！火枪是李兰开的，虎爸是因为要救我，才来牺牲性命。算起来，阮两个才是凶手，甲其他的人一点仔关系都无啦。若是虎爸的性命，这几十年来，恁这白人一直欺负阮，去占阮的田，这个冤仇，我一定爱报。地大，不管你今仔杀死偌济汉人，只是暂时出一口气尔。连江朝廷一定派兵来对付你，到时阵恁的防备做你知无？虎爸要死之前，我交代一句话，叫你千万唔通为伊报仇。你无希望伊的族人为着要报仇来牺牲性命。伊一个查某囡仔，拢会当想这么长、这么远。敢讲，你身为伊的大兄，族人的头目，拢袂去替你的族人小想一个心。虎爸若知影，一定会真伤心。伊嘛会真唔甘啦。摕。党辉，你好太胆，敢违逆太清朝廷的命令！我点咩阿你使？你若无欢喜，随时会当来抓我。这下惨了，尸体按到我关闭，我要拿朝廷交代。通化大人，是虾米风甲你吹来？搁带到这么济人马来我队，是欠钱也是欠粮草？一句话。囡仔，海家都的面庞人，唔是当非口山。来问你甲伊抢这个五子，还没老钦财产人有关系？你敢老人抢走，你就要勇敢讲出。对，伊就是钦差大人的亲小妹。再会啦，心爱的人，伤心人伤心的歌。对，伊就是钦差大人的亲小妹。所以你喊落身了，让你搞出来！我的过程你应该真了解。人若和我抢过手，就是我的。要叫我交出来，哪有遐尼简单？你呢？我是尊重你喺地方上的头风你。不过，真係要变面上变的时间，我敢来干嘛拿两位做同伴？我也是不简单的人物了。我知你无简单啦，咱两个，你有够贪，我有够凶。你想，贪甲凶若请拼起来，是啥物人甲吃亏？囡仔，我今日喺拖唔到两个五子做保身符，没莫说，我连命都会没得，我还干什么个亏呀？你是莫背负伤你了。然后我看真济啦，你
算是上软正一只。品文品武，我李南食你18度教教，你有啥物步数？等来啊！依然，你在过去嘅搞情商，我给你最后一次嘅机会，老娘交出来！你敢甲我比面，就免甲我讲斗争。咱大家八仙过海，平分了。好，来出来看牛死海天团，亮起来！是。洪马大人，李南山的一句话，你即马是文太师兼段分领，转路。团长。是。老爷伯，莫正言变到人为财是真好。你那遐有想钦差代人无？当然嘛有想，你本来就是钦差代言啊。阿兄，啊你是咧哭啥物个啦？你若讲我无想，我就袂惊；你讲我有想，我就愈惊。啊是惊啥物个？阵啊，你无听人讲，好人袂长命。好官稳地命，啊！你若遐我阁是好人，阁是好官，我的下场是毋是足凄惨的？哎呀，你毋免烦恼啦，好人袂长命，好官稳地命，迄是足巧人，毋才会安尼。你意思是讲你那遐足讲的？哎呀，你毋免惊，我互你看，到时阵吼，你的公堂，只要提出你的公答，就会用的。做一番有为事业，留名千古。再会啦，心爱的人，伤心人伤心的歌，为你来弹出咱两人最后的一首情。